很多事别太计较，只是使命感找到了我睡不着。如果说马兰要有点技巧，我会加点虚拟，你会觉得超屌。我的枪不会装弹药，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倒。我排清风下不需要提升，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。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远比你们想象，拍个电视剧为了有钱10年前的梦想，收视率再高也难抗衡我的伟大理想，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也比那假想。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社会的那表扬，被扣在牌匾那边装着要大气的模样，怎样？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。CNN 能不能等一晚好一点再放？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？随时随地注意形象，要控制意识，不然就跟杜夏夫人拉下的我不像。好莱坞的中国戏院，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，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？哦，如果叫人会飞，那就让我在空中听一听雪，再次俯瞰这个世界，会让我觉得好一些。拯救地球好累，虽然有时疲惫，但我还是会。不要问我哭过了没，因为超人不能有眼泪。唱歌要拿最佳男歌手，拍电影也不能只拿个最佳新人。你不参加颁奖典礼就是没礼貌，你去参加就是代表你很在乎。得奖时你感动落泪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夸张做作。你没表情，别人就会说太嚣张。如果你天生这个表情，那些人甚至会怪你妈妈。结果最后是别人在得奖，你也要给予充分的掌声与微笑。开的车不能太好，住的楼不能太高，我到底是一个创作歌手还是好人？